一間位於酒店內嘅 cafe Commons， 光猛明亮，係我喺怡保見過最通透嘅 cafe。皆因咧佢四圍都係落地玻璃窗，加上全白色調，踏入門口就眼前一亮。我係呢度嘅常客，今日嚟咧就要用晒我手上嘅咖啡卡換嘢飲。呢度嘅咖啡咧喺第二度真係飲唔到，除咗手沖啦、黑啡、奶啡，呢度仲有佢 Uncommon 系列，大部分咧都好好飲嘅。而且每杯咖啡咧會附上一張卡講解咖啡嘅風味，滿10張咧就可以免費換多一杯。老千咧，我會推介呢一杯 Onde，超有馬來西亞特色。Onde 咧係一種用椰糖同班蘭製作嘅涼嘢糕點。呢一杯嘢咧融合得好完美，上面咧又有啲椰絲咬下。如果你好中意班蘭同椰子味咧，就一定要點佢啦。咁另外咧一杯叫做 Berry Scratch 咧，我就覺得麻麻地，唔中意肉桂味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點啦。但係呢杯嘢咧個顏值都係好高好靚嘅。咁呢度嘅環境咧都幾安靜嘅，適合辦公啦，同埋同人傾下生意。而且酒店嘅廁所咧都好乾淨。不過留意翻咧，呢度要停車咧就要停喺酒店嗰邊，1蚊1個鐘。